想食冰皮又驚果肉少得可憐嘅話，你可以直接揀流氓一克金枕榴蓮冰皮月餅啦。佢嘅純榴蓮果肉含量係大於等於45%嘅，淨係會揀泰國竹尖紋黃金產區嘅 A 級金枕榴蓮，甜香濃郁，採摘3個鐘之內咧，液淡鎖鮮，又冇香精啦，又冇色素啦，又冇防腐劑啦，全家都可以放心食嘅。冰皮咧亦都係採用咗泰國三醬水磨糯米粉，米香純正，口感好正。特別而家凍咗之後咧，感覺更加係唔同啦。果肉經過咗打啦、篩嘅處理，好細膩，皮好薄。餡好多 HPP 高壓滅菌技術咧，低溫高壓殺菌，安全保鮮2不5。唔同解凍時間，佢會解鎖唔同嘅口感。解凍10分鐘，食落去啊，真係好似 cream 咁樣絲滑嘅。20分鐘咧就會有冰沙嘅口感啦，30分鐘直接爆漿流心，滿足晒你各種唔同嘅口味需求㗎。